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是啊，囡仔只咱动作较紧的啦。啊，你刚才今仔日要创啥？提宝藏，提宝藏，啊，你敢会紧张？袂，你会紧张袂？你会紧张袂？袂。咱这里讲者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哦，就是莫紧张，放好轻松，尽量讲台语，真简单哦。所以要来欢迎石门师傅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新年啊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也阁有上美丽、上古锥的探险队长，大家好！足有精神的哦，美美队长，你敢知影我今仔日的心情特别欢喜？欢喜是安怎欢喜？因为我的生日今要到啊！哇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感谢啦，啊不过我想要你送我一个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我想要你送我的礼物啦，就是大概带这个探险队员来到这讲台语，大家都会当笑眯眯提宝藏。好。安尼真好啊，小朋友，我要来问你啦，今仔日吼，你若是有想要得到礼物，还是唔免开钱的礼物，你想要得到啥？要买大箍，你无肉无臀的，你好笑。考试的时阵，全部的题目拢是我写的上对。你100分的意思是无？哦，我嘛是要考100分，你嘛要考100分哦？希望我的篮球愈拍愈好。希望篮球愈拍愈好。愈拍愈好。我知影你今仔日上大的心愿，就是要摕宝藏，摕到金箍箍，对不对？对。您就要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新娘公我的家队出发。我要讲你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咱来这个所在。你拄则毋是讲你想要摕宝藏？你若想要摕宝藏，你就要拜托呀。嘿是，啊啦，不是，红瑞，你问看卖伊咧创啥？你咧为虾米？开始声。你安尼这大声，你叫石门神听到？啊，恁敢毋知伊今日生日？哦，伊有讲啊。嘿啊我就祝伊生日快乐，啊，毋就好啊？毋是啊，我咧做卡片互伊啊。做卡片。你看，互大家看者，你看，有好，看到来看者。无？石头这门啊，这敢若目睭这喙哦。啊，下骹迄是花是无？嘿，这花啊，啊这放烟花啊，啊石门神足勇的啊。哦，啊，是啥？我就想讲要祝互伊一个惊喜啊。对，啊生日啊，一定要送一个礼物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张先放在这。哦，你的心意。嘿，我的心意，来我的心意。小朋友来这。咱行过。我请问一下哦，恁敢有迄落身边的人生日，还是讲伊有啥物特别的日子，啊，恁有亲手做物件送互因的经验无？卡片，你做卡片啊？啊，送互啥物人？阿母，阿母哦。哦，我送卡片，嘛是卡片哦。啊，互我小妹。哦，小妹啊，是你家己亲手做的？对啊，毋过只是写物件尔。哦，写你尔啦。嘛最用心的对啊啊。，心意食水甜啦。有心要做卡片，互爸母放心，恁若有啥物心愿，来，智慧之神，甲恁处理。好。来哟！哦，哎呀，哎，有啥物心愿讲？伫你火还未花期之前，紧讲。
花旗啊，哇，礼物啊。我哪袂讲头的呢？先哦，迄个敢若甲这摕过来，我就开真侪时间啊，开真侪精神，这紧哦嘿，这紧。哦，所以你这心嘛先放的，豆豆甲你问，先第一关有信心无？哦。准备接招，天来卡。台语上练档，咱啊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又题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现时今仔日来小朋友是为新营来的，是遐阁有一个所在一定爱去的，你敢会当甲大家讲，恁今仔日的队名叫啥？新营5分啊车队，学分啊车队，你敢知学分啊车是啥？五分咱遮以前是咧在甘蔗的，再干一甘下，蔗的。是啊，进些观光啊，会当坐去顶悬体验的。体验载人对不对？对哎，我算真厉害哦，对家己的所在了解，真好真好。啊，你即摆要来考验吗？尽量去应用，好唔好？好，加油哦，现在卡。两个字，啊，伊是鸟形咧食的物件，会摕来做碗箸，啊是青色的，青色、青色的，长的，长啊有叶啊，对啊，第二个，对啊，对啊嘛，对。有啊，阿嬷透早的时阵，会去会去倒位？伫倒位？菜市啊，哎对菜市啊，啊，就长的动物几，个字？就长的字，一个字哦，伊有刀抓，有诶，啊对，是哦，两个字，伊开船咧。开一只船，开只船，伊着抢伫咧国家的哦是歹人，的物件，开船的新兵，啊，讲得海，讲着海啊，哦，一个，海去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就是甲清明同款的，刚刚，哎，刚，日子，日子，无刚刚，足歪，足歪，东姐，啊，水啦，哦，赞哦，这个字是你去拜拜的时阵，你去拜拜的时阵摕去拜拜的时阵用起来，对，哦，两个字，阮小姐时阵会看到的，高顶，哎，丢一个顶，丢一个顶，高顶两个字叫做啥物？这边考出来啊，哎对，两个字，会当煮汤，参考，会当做白骨，丢一个头做，白骨汤。一共参考，菜头，哦，购物，三字，这是你食饭的时阵会用到的。对，你会摕猪膏有啥物？汤匙啊，啊水啦，讲了就好的两呢，个字，中元节。中元节哎安啊，每个人拢会去摕足侪物件，去互好兄弟食。好多，怎？啊水啦，讲了就好的，啊，伊咧过年的啊，过年啦，啊，你讲着你呀，袂三呀，字，够甜的，伊是青色的，青色的，软软 QQ。冷 QQ，哈，哦好，pass 来 pass 啊，就是现在就有一个老人，伊会徛啥物？伊会徛啥物徛啥物？米乐，哎水米乐啦，好，米乐，哇，这强伊诶，是一个节日，一个查某甲一个查某。哦，一个第一天，七色，好来，我这你看，几个字？含咧讲啦，两个三个字，伫咧清明的节时阵，袂当食烧的物件，所以边搞，对搞啦，够强啦，降温的节时阵食的。会鸡，会哎对，会这是两个字，啊，条了，诶，弟弟。给。好，咱连咪做伙来看下因钓着几题，现在讲，哇，使人钦佩，厉害。辛苦，哦，辛苦哦，咱来看卖，倒位爱学习者。哦，海产，头前无说你讲到海，对，但毋过头前讲了真好啊。有讲到啥？佮讲一解。就只船，伊是歹人爱设船，就伫咧船顶悬的，啥是只船？啊，就抢国家甲国家的物件。的物件，安尼差不多啊啦。哈，好，咱来看后一个。这是啥？安怎念？哈尼，哈尼就是咱，因为咱这几档真时行，就是跨年，跨年，就是新的事。
下年。下年啊，其实下年哦，以前拢会讲死年，啊，就甲伊休息嘛，休哎叫息以前叫死年，啊，即摆叫下年，下年哦，下过的下年，啊下年安怎讲？ 12月31号的时阵会伫台北过日过一个子。日子，哦，真好，拍破啊那就！好诶。勇敢甲讲出来。好，啊，咱看后一题，圆圆的内底有包啊，青色青色的，该讲啊拢讲啊，你两个哪无想到？我无食过。啊，你有食过无，无？无哦。啊，安尼怪怪。有无法度啊？青色。啊你有食过无你两个有食过无，啊，你若知影啥过生啥我讲？只知影伊是就洗衫亲像麻糬啊。哦，就亲像麻糬安尼，嘿，嘿，菜包菜菜脯、红豆啊、绿豆啊拢有。哦，大部是安尼啦，因为恁较毋捌食过，所以我就了解。啊，毋过恁已经真厉害啊！哇，摕到1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罕的有人超过10题，真厉害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嘛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每一个人啊，在读册的过程中哦，一定有拄到一寡困难。我上惊的科目就是数学，数学、嘿，啊，请问恁的主人自然还要做实验对吧？对啊，啊对。困难的做实验你嘛袂嫌伫考试的时阵做实验啊，所以拢毋知啊。哦，因为你无可能哪做哪考试嘛，一定是你要家己去想，啊，家遐流程拢背起来，写起，介困难。啊，品成你咧，嘛数学。嘛是数学。好，好啦，咱莫讲即种考试的代志。我就讲错诶。啊，对啊。好，咱即摆要来甲你考验嘛。题目是，啊，请讲出前也是后即个字的词。前啊是后哦，头前、对啊进前，进前。啊，还有以前个啊，后壁好后壁煞，来，进来甲后后壁，对，后后面后面好对，前前头前，好，前以前以前水，前前前前日啊，前日啊，啊，前进前进前对，后后车头，好像对，后后面后面对，哎后面讲过啊，后日后日前前工，前刚会使，好，无前啊，无前啊，好无前，后后日后日讲过啊，啊，够后来后来对，后后边，哦无 pass，来前前进前前讲进前讲过啊，哦。前哎呦，这题敢若有造成恁的一寡困扰哦。尻川后，尻川后，尻川后讲人的歹话，讲人歹话，眼前。眼前拄则有啊，拄则无讲，好啦，10题尔，好，啊都无啊， 10无题半个金箍箍拢无。来换位换位，哦，题目就是讲出相对应的词，啊，第一个是会食电的，会食电的电脑、手机啊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会食油的，会食油的。食电甲食油的，食油就是飞轮机啊、汽车。好，准备好啊，起来噶！食电的，冰箱，食电的，烘箱烘箱，烤箱啊，食油的，汽车，食油的，飞轮机，食油的，耳朵摆，奥多麦，食电的，电脑电脑，食油的，食油的船，食油的，警车，警察车，安尼样的，
加油诶！你是无别人哈问，我等你哇！加油哦！迄落够。加油！发电的，发电！加油！发电机，发电机是时间到。时间到，因为你袂用公车嘛。对啊，好，莫讲啊！好啦，咱钓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好，来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嘿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甲你问一下哦，恁敢有介意啉手摇饮？有安尼恁敢知影伊的台语安怎念？啊，就饮料啊。啊，就饮料啊，有一个讲法啦，用手摇的饮料。手摇饮哦，是叫做手切茶。手切你甲我摕着者，手切有感觉满满的力量无？伊讲有诶，真好配合，因为手切茶就是拢是安尼切的，无无？是毋是？拢是安尼无？有成无？要啉啥？关键下骹，关键下骹。身体嘛安尼嘛？我身体有重啊。你头仔身体。因为我身体是你摇，我笑你切。对，所以这切这个动作是切，因为摇就是摇安怎摇？有摇是安尼嘛。红的啊，嘿，像亲像红的啊，安尼是摇。啊，咱台语这个词切，枪切。所以咱饮料拢是用切的，所以叫做啥？手切茶。好，真好。啊，即马爱甲伊赶转去哦。是用压的，哦，豆豆压，压啊压到准，来请就位。就位。准备好哦，看到你就紧做句哦，时间有限哦，加油，现在卡。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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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看头前诶，我爱操逼啊！别卡，今日后面我要去走位。哦呀，骨架给，骨架给，骨架给。龟头啊，还有奶鸡，还有奶昔，有奶昔。现在加油！加油！来，来，紧点，紧点。加油！来，紧点，紧点。做新人的是球啊！有啊，水，做新人进球啊！更开始来咯！较大来哦。这是阮的新朋友啦。加油！没搞，看起呢，龟头啊啦，标准啊，加水啦！加油！油我卖插味，油我卖插味。来，超级正。油啊，莫倒落来啦，油啊。好啊，比啊！来，紧过，卡数。加速，无饭食，我着食面。高啊，较好用。差不多啦，这两个拢差不多。走了，这两个。高啊，有一个卡有入去啦。吹啦！用力比，用力比。快点，快点！豆仔跟乌丢。乌丢。伫咧乌丢内底，我的豆仔会飞起来。这嘛是有哦。来，阿 V 啊！加油！超级正。还去。我较大了一束啊。无 NBA 时阵我才会用one two three。爽！哦，这组厉害哦，还有剩20几秒呢。时间搁做量时间足量的，来，咱出来学习一下。来，做新人甲丢啊。丢啊！哦，安怎做句咧？做新人，你讲的种丢啊，咱上布丢啊吼。啊，搁通安怎做句？我唔是做新人，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报丢啊。啊，你好，真好。
好，来第二题，卡输安怎就安怎。卡输无钱就去做去食。你讲啥？就严重诶，无啥。小可严重。小可严重，你讲卡输无钱，我就搁去找头路啊！你就随便做去食。无奖子。嘿咩，随便去做去食。去食较轻松的款。是无毋对，啊，毋过钱较少啊。会当做帮助。来靠家己拼啦。哦，这题讲得真好，豆仔甲乌丢。你想了就我好哪通啊咧。想甲安尼啊？你若去乌丢啊，还豆在地尾。确实是无毋对啊。伊真正是去逼到啊啦，这两个伊有去题目。头壳啥去折到，对。感觉有。我若学大仔，哪看宇宙的变化。看电视安尼啊。哦，水车咧。以后莫搁出这种这里奇怪地方。来，安怎才会安怎？来试看卖一个哦。我爱讲台语，才会摕到金箍箍。金箍箍真重真好，要。真好，来表现拢真好哦。啊，你看卖，你拢总得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拢总是2个金箍箍2届的机会，到底摕到袂？现来看。好，对台南来，千里迢迢来到这摕到2个金箍箍，2届机会，要选倒一个动物？就好。就好，手甲放起哩。轻轻啊。第一届机会，敢有信心？有。好，请起来。啊，歹势哦，哈哈，无囥伫遐啦。啊。保重伫倒位，小感受一下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啊，你手轻轻啊，放遮。敢有可能遮准？哪里？请起来。哪里？哇，颁奖！颁奖！赞啊！得到的是机海手，哇，这真久无出现啦！对。无唔对。你敢有这种礼物？厝内敢有算过？这做厉害，这真正会使倒咧手诶。会当喷啥物件，嘛免食电池。免食电池的哦。呢？好，我等去试看卖。尤其是写功课的时阵，甲倒起哩。哎，你会写较紧吗？可能袂。较方便嘿啦，较方便啦。等去试看卖啊！真正台语拢讲了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欢